有人我靠车，有人我靠马，独独阮要讲起耶和华阮上帝的名，因拍落跋倒，阮就起来，徛在在，求耶和华拯救，阮求叫的时，愿王听阮。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73首，圣诗第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咱伫伊面前，着恬静恭敬，心肝着谦卑，承受真理，称谢阿乐伊极大的慈悲。主上帝全智，伊恩典无限。主上帝至大，伊赐福予咱。请咱同心来吟。
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大至尊万权能的主宰，耶和华阮的上帝，阮要对心底深深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感谢你，过去一礼拜久的带领甲引带，互阮踮伫你稳定的手中，拢通安然来经过。主，阮特别要学乐你极大的权能，因为你是创造天地海甲万物的上帝。你伫这中间在立你，也互阮通过你所立你的世界，阮知影上帝你伫这个世界永远在掌权。我们降服伫你，我们对你拍败。主，阮伫你面前，要存谦卑的心来看见上帝你手中的作为。我也要用谦卑的心伫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阮知阮是有罪的人，阮所行所做所想的，检采离开你的正道。恳求主，你搁再一摆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除阮拢总的罪过。主，互阮有清气的心，来到伫你的面前，朝见你，因为你是圣洁的。阮若无清心，阮的确无度见你的面。主，阮伫你面前，也要献上阮对你的感谢，因为阮虽然踮伫疫情的中间，犹顾主你稳定的手，一直扶持带领。特别阮伫台湾的地区，过去一年偌久，上帝你的固守，通互阮伫即个疫情中间，虽然真无方便，犹顾阮的生活一切拢正常。主，阮要献上感谢。总是阮知影，随着疫情愈来愈严重的时阵，阮的心不知惊吓。求你将平安赐予阮，也恳求你，互阮伫咧研发这疫苗的团队，因会通赶紧将这个疫苗来研发完成，通互阮有充足够业的疫苗来注射，互阮会通过安尼来得到帮助。毋免搁再受到这个恐怖的病毒来威胁。主，恳求你啊，保守看顾，互阮这执政的团队，甲疫情指挥中心的官员，因确实会通知影怎样来颁布命令，互阮台湾人会通搁较知影，踮伫这个疫情的中间，若照法度来行，的确会通安全。主，阮特别也为着踮伫第一线这的医护人员，恳求上帝你来保守看顾，也为着警察甲这的消防单位，求上帝你也保守因，互因伫咧执行工作的时阵，上帝你甲因三甲伫地，互因会通平安。那阮也搁再一摆。伫这疫情的中间，虽然阮各种的聚会需要暂停，总是阮感谢你，互阮会通用科技来互这个代志来得到改善。特别阮用线上的礼拜、线上的聚会甲祈祷会，继续互兄弟姊妹通有连结的机会。求主你保守，互阮伫这个中间。也通看见上帝你奇妙的所在。当阮搁再一摆来为着教会集体，求上帝你特别来怜悯医治。阮感谢你，互所敬听姚长老伫昨日已经出院，转去到厝里休困。
愿上帝你特别看顾施阮，互伊踮伫厝内，真正会通有好的静养。也为着做长娘伊的化疗，求上帝你继续来带领医治。为着阿师姐伊骹的水肿，也求主你特别来怜悯医治。阮特别伫即个所在，也为着金赛长娘伊身体的衰烂，求主你来怜悯帮赞，互伊会通有主你的平安，甲伊三个伫地。阮将这个代志拢摆咧伫你面前，恳求你来施阮赐福。为着今早起阮的组织，求上帝你的圣神充满，互阮通过你的话，也搁再一摆来得到造就甲帮赞。阮安尼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条咱来看一节的经文，记载伫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台语汉语版圣经是伫15面。耶和华伫万里的上丘遐对亚伯拉罕出现，迄时日当热，亚伯拉罕坐伫布边门口，夜目起来看，看见三人伫对面伫徛，伊一个看见，就对布边门口行去迎接因，拍伫地里讲：“我的主，我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求你毋通离开路北做你去，容阮摕淡薄水，互恁洗骹，请歇困伫树骹。我阁摕淡薄饼，互恁点心，然后进前去，因为恁是为着安尼，才到恁的路北遮。”因讲：“通照你的话去行。”亚伯拉罕赶紧入布棚见撒拉，讲：“你紧紧用3细仔的面敲烂做饼。”亚伯拉罕阁行到牛群的所在，牵一只糋阁好的牛仔来，交互罗卜，伊就赶紧去备饭。亚伯拉罕阁摕奶油、甲奶，甲所备饭的牛仔来，摆伫因的面前，家己伫树骹徛伫因的身边，因就食。因甲伊讲：“你的某撒拉伫倒落？”伊讲：“伫布边内。”因中间一个讲：“到期，我的确要来，阁来你遮。你的某撒拉要生一个囝。”撒拉伫后面布棚门口伫听。亚伯拉罕甲撒拉年岁已经老，撒拉的话茎也已经绝。撒拉心内笑，讲：“我已经衰烂，我的主也老了，兼也有即号的欢喜。”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撒拉为啥事笑？讲我已经老，个能真话生囝吗？兼耶和华有做未来的事吗？到期，明年即时，我要阁来你遮。撒拉要生一个囝。撒拉囝毋认，讲我无笑。迄人讲：无影，你实在有笑。利用兄弟平安，咱伫即个线上的礼拜，一定进行到第4礼拜的时间咯。感谢上帝，互咱会通过即个线上的礼拜，搁再一摆会通三连结做伙，求上帝施恩，互阮无论是徛去伫什么所在，或是伫厝内，还是伫咧工作的所在，咱平平拢会通用即款线上的礼拜来敬拜上帝。
今日通过这段经文，咱搁再一摆要用圣经中间的妇女对平言的声音来三甲分享。当生命中每一摆去拄着恶的突破的困境的时阵，这个头壳内底总是会出现一首伫青少年时代就常常在吟唱的诗歌，叫做《伟大奇妙神》，伟大奇妙的上帝。这歌词是安尼讲：咱有伟大奇妙的上帝，伊创造天地甲万物。咱有伟大奇妙的上帝，伊互青暝看见，摆脚会行。伫无恶情的事，伫无恶情的事，全能的上帝，伫你无恶情的事。伫你无恶情的事，伫你无恶情的事。检测咱无恶的发现，有真侪时阵，咱拢会将上帝的作为看作是假说。意思是讲，咱将上帝限定伫咱的眼箍仔内底，互咱敢若知影讲上帝敢若会做这个代志。亲像讲，上帝伊会关心什么款的人，上帝伊要拯救什么款的人。上帝伊会甲什么人诚做冤仇，结冤仇？上帝伊会对什么款的人来进行伊的毁灭？咱知先知约拿就是一个上好的例。伫约拿的观念中间，尼尼微这个城市内底的人，检测无可能是上帝要拯救的对象，所以伊就拒绝去向因宣告上帝看因已经看见因行毋好的代志这项事。后来，当约拿对大鱼巴肚内底出来以后，伊就真勉强用一天的时间，去到伫尼尼微这个大城内底去宣告搁再过40天，尼尼微就要毁灭这个消息。所以城内的人听见这个消息以后，经文记载讲，对王一直到精神，因都伫遐也恢复，然后伫遐穿迄个麻衫，真正认真悔改，伫遐切切求救上帝。上帝看见因离开所行的歹，所以就无将所讲的迄个灾厄降落伫因的身上。约拿看了真生气啊！伊认为上帝哪会讲话无算话，所以伊就求上帝提起伊的性命。最后，上帝是通过一张边膜来提醒约拿。上帝看重并且珍惜所有人的性命，不管伊是倒一个民族的人。所以上帝对约拿讲：“伊讲你无为着这张边膜，你无为着伊着活，你无互伊大长，一暝发生，一暝死去。你犹顾疼惜，何况我兼毋着疼惜尼尼微这个大城吗？其中袂为分别。”左右手的毋那12万，阁有侪侪的精生。兄弟姊妹，上帝伊永远袂失信，上帝伊嘛永远袂误事。只要咱凭信心来行，无凭所看，咱就会通看见上帝伊所讲一切应允，拢要成就。伫顶主日讲道中间有特别提起，撒来。因为无法度替阿伯拉罕、阿伯兰来生囝，所以就将家己的女婢夏甲，互阿伯拉罕做某。后来夏甲就为着伊生一个后生，叫做以实玛利。当然，以实玛利并毋是上帝阿伯拉罕甲撒拉所应允的迄个后裔，只有对因翁某所出的，才是伊上帝所应允的。创世纪的作者伫遮特别有指出，伊讲夏甲甲阿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阿伯兰86岁。意思是讲，因对这个赫兰的所在迁徙去到伫迦南地，一定经过11年久啊。
总是上帝伊要应允，互亚伯兰甲撒拉迄个后生，却还未出世。因到底阁要听候偌久？也迄个要成做大个国，因的子孙要亲像天边的星遐尼多的应允，是毋是真正会通来实现？就安尼，亚伯兰甲撒拉阁听候将近15年的时间，就是亚伯兰伊99岁的时阵。点彩因翁仔某早就已经袂记得这样事啊。点彩因已经放弃继续听候这个应允来实现。他为着要证明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伊的应允绝对袂归伫空空。伫亚伯兰99岁的时阵，上帝搁再一摆亚伯兰来显现，伊透过甲亚伯兰改名做亚伯拉罕，就是要成做侪国的老爸，然后将撒拉的名改做是撒拉，互伊成做侪国的老母。何可用我要甲你以及你历代户的设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甲你的户的上帝。即款的话来证明，这一切拢要实现。毋然呢，上帝也用甲你成做一个记号，来甲亚伯拉罕立约。伫经文中间，并无甲咱讲亚伯拉罕伫咧经过遮尔久长的时间以后，是毋是犹原相信家己还是伊的某撒拉犹原有机会得到囝儿？所以当上帝讲，你要对撒拉来得到一个后生的时阵，伊就是趴伫涂骹伫遐笑讲100岁的人也会生囝嘛？撒拉已经90岁，也会生养嘛？亚伯拉罕就应上帝讲：“但愿以实玛利活伫你的面前。”虽然安尼，上帝犹原用坚定的口气来应讲，伊讲：“毋是啦，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囝，你要甲伊号名做以撒，我要甲伊设立我的约，做伊的户的永远的约。”咱看见这个对上帝拢已经帮亚伯拉罕甲撒拉的后生号名好好势，这个代志，上帝一定会互因两个人来经历这个奇妙的神迹，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最后，上帝也亚伯拉罕，这个定到囡仔出世迄个时间。上帝讲：到明年这时，撒拉要甲你生以撒，我要甲伊设立我的约。刚才亲像俗语所讲的，讲无山不成礼。上帝伫今日经文中间是第3摆伊显现。前2摆是分别伫创世记15章甲17章。上帝决定将迄个得到应允的后生出世的代志，搁再一摆来对亚伯拉罕讲，互伊会通为这样事来做准备。好像就讲，遐已经知影讲家己已经有新的翁仔某，因就会赶紧去备办。这个婴仔出世的时阵，伊一寡衫，伊一寡即个佚佗物，还是讲一寡用品等等。当然，上帝这边伊毋那是干那对亚伯拉罕来讲这个消息，上帝也要互撒拉知影这个消息，并且望撒拉嘛会通备办心。即摆上帝是通过3个人，伫圣经中间3个使者，要来宣达这项事。因为圣经有记载讲，用2、3人的喙做见证。逐句话通做凭准，这是伫记载伫摩西律法中间，有特别强调的，袂当干那一个人做见证，要有2个、3个人做见证，才会通做凭准。所以伫某一日的中昼，伫中昼的时阵，上帝伊透过3位对外地来的人客，
即个阿伯拉罕所徛起的布棚的头前来出现。当阿伯拉罕看见因三人的时阵，随时发挥迄个游牧民族迄种真热心款待人客迄款的热情，就出来，然后讲摕淡薄水互因洗骹，佫将厝内上好的食物摕出来甲因招待。但是这检采就是阿伯拉罕一直以来，伊去招待即个人客的即个习惯啦，伊只要有人来的时阵，阿伯拉罕就是安尼好款待人客。这段经文的记载，也真做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因为对安尼捌有接待到天使，也毋知的。就伫三个使者食饭的过程中间，其中有一人就指出：到期我的确要过来你遮，你的某撒拉要生一个囝。作者伫遮有特别来注明讲，阿伯拉罕甲撒拉的年岁已经老，撒拉的话经已经绝，是为着要表示对人的角度来看这项事。就是看撒拉搁再一摆怀孕生囝，其实是无可能的代志。无怪当撒拉听见以后，心内就暗笑。伊讲：我已经衰懒，我的主也老啦，兼也有即号的欢喜。总是撒拉迄个无认为是真的，即款的笑声，却引起上帝的责备。因为惊吓，就赶紧否认讲伊家己有笑这样事。但是上帝检视，毋知影每一个人心思意念的上帝吗？所以上帝对撒拉讲：无影，你实在有笑。毋但呢，上帝也提醒撒拉这样事：耶和华敢有耶和华做袂来的事吗？检采对顶一礼拜的经文中间，撒拉对阿伯拉罕所讲的，讲耶和华禁我生囝这样事，知影？撒拉伊知是毋是会通生囝的主权是在伫上帝，所以撒拉伫遮喜笑，是表明伊对上帝无信心。而且关系撒拉。伫某都为着丈夫留落伊的子孙，这样事，迄款的疼，检采咱真正无度去理解。即使咱平平是诚做一个女性，嘛无一定会通去理解撒拉迄款的疼。好像电影《叶问》第4集，迄个拍太极拳的师傅，即个万中华师傅，因拄到伫美国。即个叶问，伊对伊讲，伊讲，身在他乡为异客，你无伫遮生活，你毋知影。身在他乡为异客，你不在这里生活，你不懂。有影，咱毋是徛伫当事者迄款的位置，用同理的心来去感受着当事者的处境。有时阵，咱真正真恶伫想象，为什么当事者伊会遮尔受气，遮尔哀伤，甚至遐尔绝望？检采这时阵，咱会通利用一点仔时间来思考。咱通常拢用什么款的态度来听人讲话？咱敢真正有认真听对方？将对方的话听了，才回应。咱敢真正听有对方所要表达的意思？咱是毋是真着急，想要赶紧互对方回应，还是互伊一寡建议？雅各伊捌勉励咱讲，听就紧，听就要紧。虽然雅各伫遮是要甲咱提醒，要用谦卑、用专心的态度来听探上帝的道理，但是即款的勉励，检采也通应用伫咱的生活中间。
会记得有一摆开会的过程中间，大家拢针对一项事伫遐做讨论。主席大神就邀请在座每一个参会的人来表达因的意见。接续主席伊也提出伊家己的看法。这时阵有某一位参会的人，就甲主席开始伫遐有真长的时间的辩论。后来，这位参会的人就掠调主席所讲的某一句话，伊就随时应讲，讲主席你所提出的观点，甲我所要表达的是共款的。这时阵主席就赶紧来指出讲，我的观点甲你的观点完全无共款。有时阵，咱咧甲人沟通的即个时间内底，常常会含了即款的迷思，就是讲你甲我的观点共款。咱加减拢有参加过教会所举办的结婚感恩礼拜，伫咧讲道的过程中间，10个差不多有8、9个，即款的讲道者，咱都能听到伊讲，是讲咧讲祝事者长辈，拢会听到因对即个新人甲伊讲，就爱早生贵子，通互双方的家长拢会通早日成功，也是讲早日成妈。其实我个人伫替新人勉励的时阵，我袂也无意爱特别将这样事放伫讲道的中间，因为咱毋知影即句话到底会带予新人偌大的压力，特别是身在即个强调即个老爸细下的制度的社会中间。咱咧新婚夫妇常常无都理解，就是讲为什么长辈常常对因的关心，拢敢若是巴肚的代志。敢毋知影即款的关心，除了袂互巴肚随时有啥物款的动作，更加会造成翁仔某两个人真大的压力。咱知影讲，压力往往是造成巴肚无任何的动作的原因之一。我无多理解是，敢讲新婚夫妇敢若只有怀孕生囝这样代志，是值得咱大家来关心的吗？是毋是有人愿意关心因结婚以后的生活是毋是会通适应？也因翁仔某伫沟通的顶面是毋是有拄着困难？咱真正毋通诚做是别人婚姻的破口。所以，伫咱面对身躯边遮所谓的刹那的时阵，咱就要大心徛伫因的立场来去思考因的感受。有时阵，咱家己了准是好，是对，即款的好意，反倒会造成负面的效果。保罗捌用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来提醒咱，诚做一个同理者，安尼咱才会通互因正确的关心。有时阵，诚做一个好的听众，较赢过千万句无有任何的帮赞利益的人生道理。当然，对今日的经文的记载，咱也会通思想的另外一个信仰反省，就是咱是毋是也亲像撒拉共款，遮尔小信？伫拄则讲道的中间有提起，上帝捌前后3摆亚伯拉罕来显现，并且将迄个得到后生以撒即款的应允，甲亚伯拉罕讲。总是为什么撒拉依然是伫遐学得相信？敢讲亚伯拉罕无对伊讲即项事吗？这检测无啥可能，因为亚伯拉罕伫咧全家行割礼的时阵，一定会甲因讲，即个割礼背后的意义是甚物？即个割礼所带来应允是甚物？所以撒拉一定知影。所以上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撒拉
伊本来就感觉这项事真恶得正。撒拉讲：我已经衰烂，我的主也已经老，哪有可能会通发生这款的代志？说使这款的应允是对天使所讲出来，撒拉犹原感觉无通感觉无法度去相信，直到最后上帝来甲伊责备。保罗要引用先知以赛亚话讲：目睭袂捌看见，耳孔袂捌听见，人的心袂捌想到的，就是上帝为着听伊的人，见那所避办的。有影信仰真正是真恶得用目睭看见来做证据，因为上帝所要做的代志，伊所做的方法总是超过人所会通理解的范围。上帝要成就的大事，嘛毋是用科学会通来解说甲证明。对上帝的应允，咱只有用信心来相信甲领受，才会通看见上帝以美好的旨意来成就。好亲像希伯来人书的作者安尼讲：讲说使无信，就袂为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确着信以有，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还有一首约书亚乐团的专辑内底的歌，这个诗歌叫做《上帝能够》。伊歌词有提起，对遐目睭袂捌看过的代志，也有耳孔袂捌听过的代志，甚至心内也未想过的代志，上帝早就已经备办，互听伊的百姓，遐听伊的百姓。上帝会通成就一切无可能的代志。对古早到现今，一直到将来，伊大的权能永远袂改变。兄弟姊妹，咱所认为的上帝到底是偌大？咱是毋是有相信伊会通成就一切无可能的代志？信仰是一条必须要持续信靠上帝的道路，一直到咱去见主的面为止。所以，咱就要坚持到落尾。虽然有时阵，咱就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通看见上帝应允来成就。但是，检测这是上帝对咱的考验，好亲像伊考验亚伯拉罕甲撒拉同款。只要咱专心仰望这位互世人过活，并且对无变做有的上帝的时阵，咱的确会通看见上帝的应允要成就伫咱的身上。毋然呢，咱也要知影，这个信仰的深度甲宽度是袂当摕来比较的。因为上帝互每一个人的信心的课题拢无共款，咱就要学习用迄个同理心、耐心来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并且用祈祷祈求上帝帮助因，会通更较深刻来经历上帝。毋茫咱拢会通伫信仰这条路的顶面，牵手三同行。行伤紧的人，爱会记得停落来你的脚步，听下后壁的人来缀，缀着咱的脚步。行伤慢的人，嘛爱记得赶紧，咱的脚步，去缀着头前的人的脚步。上要紧的是，无论咱伫路里拄着各种的境遇，主耶稣伊拢会踮伫咱的身躯边陪伴咱，所以咱绝对袂感觉孤单。请咱同心来祈祷。主耶稣，你就是阮上好的朋友，你知影阮的心思意念。当阮艰苦的时阵，你甲阮做伙艰苦；当阮欢喜的时阵，你也甲阮相甲欢喜。因为主耶稣，你本身就是一位体贴人的心意的上帝。主，阮对今日经文中间，也真正看见有时阵撒拉的处境，阮也是其中之一。
阮对侪人无法度去理解，阮心内所拄着的痛，无法度理解阮所面对各种的挑战，甚至当阮甲人分享的时阵，无法度得到人的同理，阮的心就不知艰苦。主求你亲自成做阮的听众，听阮的恳求，听阮的心事，也将你的安慰下伫阮的心内。特别是恳求你也帮助阮，互阮会通学习耶稣的款式，就是成做一个同理者。阮用心来听别人讲话，并且听有到底对方是咧讲啥物。阮无赶紧想要互因啥物款的意见，乃是诚做因的同伴，做伙行过人生上艰苦的时阵。主要帮助阮，互阮会通甲遮踮伫黑暗、踮伫苦难中间的兄弟姊妹，会通做伙徛起。主有的人信仰的脚步会行较紧，总是阮愿意听候后壁面的人。阮若是行了伤过慢，主你的圣神也催逼阮，会通赶紧缀着人的脚步。主伫阮同行的团体中间，需要安尼三牵手，做伙向前行，互阮会通去经历上帝你无限的疼，以及奇妙的作为。主帮助阮，互阮伫人生的路径中间，因为有主你诚做阮的朋友，阮就无感觉孤单，也互阮也会通亲像主耶稣共款，诚做正同性兄弟姊妹的朋友，互阮做伙天路歹走的时阵，拢会通倚靠上帝来赢过一切的试炼。感谢你，祈祷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再一摆来吟圣诗，圣诗第521首，圣诗第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和道理。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咱决意相听，求圣神来帮赞。咱三甲来吟这首诗歌。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和道理。
这是听我来报告。第一项，依然是鼓励咱兄弟姊妹伫每一个主日顶晡10点，会通准时来参加线上台语礼拜。咱伫礼拜开始10分钟进前，就会伫教会内群组内底来搭这个连结，请咱会通详细来注意这个时间。第二，依然鼓励咱伫这个线上礼拜期间，虽然无实体的聚会，犹顾咱会通为着奉献来备办心。这个奉献的方法甲这个教会的账号拢有记载伫周报的中间，请咱家己来看。第三，嘛鼓励咱兄弟姊妹会通来参加伫拜三暗时8点。咱有线上的祈祷会，牧师伫每一拜三顶晡就会将这个 Google Meet 会议的代码是连结，就下伫教会内的群组中间。请咱会通备办心，做伙来参与伫线上祈祷的行列。咱若要参加这个 Google Meet 会议的这个线上祈祷会。咱大先就爱去申请 Google 的账号，咱手中若无 Google 的账号，大先就爱申请，安尼才会通进入到伫即个会议内底。第四，请咱兄弟持续为着台湾甲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来祈祷，特别咱教会中间有侪位伫医疗的单位来工作的兄弟有医院。有秀玉、于林、奎元、银君，银君是奎元的太太甲约翰伊是即个公务人员。咱也替因的厝内人祈祷因为因厝内人算讲甲因真近距离的即个接触所以也求上帝保守因伫病院工作一切拢会通平安。第五，原本咱后礼拜。要举办培灵会，因为这疫情的中间，咱停止聚会，所以这个培灵会咱会延期来举行。检测若是下半年，咱这个疫情有较放松的时阵，咱会通来举行最后，咱犹原是为着关心这个福德里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共产的事工来祈祷目前咱因为疫情特别是咱福德里也互即个宣布是疫情热点所以咱即个时间有暂停听候咱政府有宣布讲有较和缓的时阵咱才继续来进行总是咱犹原嘛是会通替即个时间来奉献代祷因为咱目前停止来送餐检测，毋知因遮家庭是毋是会通有物件通好食这嘛是咱爱关心的代志求主互咱赶紧互即个疫情来离开互咱踮伫这个时间的顶面会通继续来进行。好，以上报告最后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第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线，圣诗第394首，这是礼拜特别线。这是礼拜特别线，大家吟诗通诗线，心肝上上三九杯。望后期个聚会，那里所做着洗礼，各项教主所教示，主拢共享教法度，才通帮助保护，咸菜有时。
天若坚固，亲像今若回路，世间艰苦无时止，天堂安乐永福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令正人常常三角伫地，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